老大，别睡了。好。其实认真也不行，定是因为你觉得这还要烦，对吧？说实话，刚知道你矫诏的时候，真的心里真的非常生气。真气的不是因为你放过了刘德昭的家人，是因为之前鳌拜他也总是矫诏，他一直把朕当成一个傀儡皇帝，所以自从朕亲政以后，绝对不再允许任何人挑战朕的皇权。刚知道你矫诏的时候，朕的心里边满是怒，但是现在只剩下担心，甚至是害怕。你知道吗？朕自8岁登基了，经历过无数的危险，哪怕在擒拿鳌拜的时候都没有真正的害怕过。但是这一次，朕真的怕。老大，朕真的不能为了，是为了你的话。朕只是一个地方，只是一个孤家寡人，但是有你在，朕才是一个真正的男人，是一个完整的人。老大，这是天子，朕的话是金口玉律。朕现在就赦了你过往所有的罪，只要你醒，只要你醒。你醒醒，别睡。奴婢有一个头疼的隐疾，这病起来吧，简直要人命。我爹呢，从小给我找了好多郎中，所有郎中都说无药可治，只有一个郎中说可以治，但是他说的是个偏方，而且这个药引实在太难弄了。什么药引这么难找？你告诉朕，朕给你找。这个药引就是龙珠。龙珠？什么是龙珠？就是皇上的眼泪啊，就是您的眼泪。